嗨，大家好，我是探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3号。这一期咱们看一篇文章，是财新网转发的吴晓波的一篇文章。吴晓波他是一个财经作家呀，大家也知道，他这文章说什么？说的是化债，当然主要是指个人化债。文章标题叫“当化债成为一门生意”。2020年以来，目前全国打着债务咨询、法律咨询、暂停贷款、个人债务重组等名义的企业已超过万家。说我们经常在街道上会看到一辆汽车，它的后挡风玻璃上写着8个大字，哪8个大字呢？说个人债务优化重组，底下是一串电话号码，不禁令人联想起10多年前满大街的办证小广告。他的文章说，与大马路上的简单粗暴相比，社交平台上他们显得直白、热心且专业。说信用卡网贷逾期别划走，教你用这个办法。又比如说停息挂账怎么操作，还有网贷负债的朋友，恭喜你，你的春天来了。负债逾期还不上别担心，24小时法律服务咨询。这个叫社交媒体平台上，你经常会滑到这样的广告，这样的或者视频。这些所谓的化债人是谁？他们对谁喊话？因何而生？文章说，形迹可疑的元首。说近3年来，媒体陆续报道了一处怪象：一些银行称收到了多份投诉信，信中用户指控银行进行了不合理的催收，要求银行提供高额赔偿，并对原有债务免息、免本金。催收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债权人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机构通过合法合规的手段向债务人追讨逾期债务的行为。但是大部分人对催收都没有什么好感，印象中他们可能是影视剧里面往墙上泼红油漆、往门上泼脏水、写大字欠债还钱的黑社会，也可能是不断骚扰威胁当事人的电话杀手。如果现实中出现这样的过界行为，就属于不合理催收、暴力催收的范畴。对此，银行自然是很重视，可一经核实，却发现投诉内容与事实不符不说，还陆续有不少同行收到类似的投诉信。更可疑的是，有几封投诉信的笔迹相似，用词雷同，是同一批人所为。还有的银行则收到大量逾期客户的入院声明，称自己因感染严重无法还款，希望暂停付息。银行调查后发现与事实不符，认定不支持，相关投诉量从 30% 上升到 85%。 也就是说，后面有个团伙专门操作这个事情，他们集中优势兵力对一部分银行或者某个网点进行轰炸。大数据角度看，他说近3年来类似的可疑投诉已占到金融机构们正常投诉的 30% 以上，幕后推手很快被锁定。那是一批自称为反催收联盟的组织，他们声称能为陷入债务困境的人进行债务重组、代理维权，甚至可以实现修复征信、免除利息的愿望。说这类组织的数量如今非常可观。来自南都数据研究院叫违法机构维权治理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目前全国打着债务咨询、法律咨询、暂停贷款、个人债务重组的名义的企业已超过万家。如今这万家活跃在汽车车窗与互联网上，用真假难辨的身份向世界上最绝望的群体之一伸出形迹可疑的援手。为什么说是形迹可疑的援手？也就是他这个援手后面恐怕是一个大坑，对债务人来说，从这个坑里刚出来，又马上掉入另外一个更深的坑。真假金融医生对欠债人而言，他们像是债务泥潭里惊喜现身的金融医生。所谓化债，一般指的是对债务进行置换、展期或者减免，而医生的治疗方案大致如下：第一个，停息挂账，又叫个性化分期。医生承诺帮助已经逾期的借款人同银行平台协商减免罚息，并根据实际还款能力展期，即从还几个月扩展到
还几十个月不等。第二个，打折化债可以帮助债务人和接受不良贷款资产包的金融机构协商，将原先的债务打上2到3折，相当于减免了债务。第三个，以贷养贷，承诺帮助借款人申请低息银行贷款，以置换高息网贷，减少债务压力。反向操作也有，承诺帮助借款人申请高息借贷，以解燃眉之急。就是过桥，那不是越陷越深吗？你借利息更高，拿高利息的债去还前面的债，你不是越滚这个雪球越大吗？这哪是化债啊？第四个是造假免债，承诺帮助借款人通过伪装疾病的方式逃离债务。当然，医生们大都会强调，这些疗法代价不菲，疗程长，需要病人预先支付手续费和服务费。你看，你债画的怎么样不知道，你一笔手续费或者服务费已经付出去了，这不就是雪上加霜吗？但对大部分金融业内人士而言，这些所谓的医生是敲吸欠债人最后骨血的诈欺魔鬼，被集体归入金融黑灰产一类。他们所从事的都是异常维权类的业务，如非法代理维权、反催收、有组织逃废债等，还有的就是变相放高利贷。所谓的治疗方案更是漏洞百出。以停息挂账为例，依照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特殊情况下，银行可以同持卡人达成个性化分期还款协议，但该规定的前提是本人与银行协商。因此，号称代理维权的，正是利用信息差钻到了银行与债务人中间，谋取私利。再拿打折化债来说，2021年起，我国才开始试点不良个人贷款转让，对参与试点的银行、个人不良贷款类型以及参与收购不良贷款的机构都有严格要求。2022年12月，参与试点的机构扩展到政策性银行及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注册地位于北京、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河南、广东、甘肃11个省市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银行机构。按照这些医生的话术，他们有办法、有人脉给债务打折。而细想后不难发现，一方面每个人的债务归属不同、类型不同，未必在个人不良贷款被转让的行列内；另一方面，参与收购的大多为资质、经验都处于领先地位的资产管理公司，很难被普通人轻易链接。很快一些债务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花了钱并没有免灾，逾期更严重，罚息越积越多。数据显示，从事非法代理维权的数十万从业者，造成行业机构财产损失达数百亿元级。这么说，那到底有没有真正合法的化债中介？化债中介与催收，在信贷体系成熟的发达国家，个人的债务重整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这背后既包括完善的法律框架，也提供了多元的化债路径，是吧？以美国为例，负债者就有一个选项叫债务救济。在这个体系下，债务人既可以找到非盈利的信用咨询机构提供救济措施，由他们与债权人沟通，延长还款期限，降低利率，并为个人债务制定债务管理计划，要求债务人定期支付款项到信用机构，由咨询机构支付给债权人。他们也可以求助于盈利性的债务清偿公司，公司会代表债务人与债权人谈判，重新协商条款，但按总债务14%到5%收费，对债务的数量有一定要求。除此之外，银行或第三方催收公司也在个人化债或清算破产中发挥作用。当出现催收不利的情形时，银行或催收公司将个人破产法配套使用，如清算破产，除个人生活必需品以外，售卖个人资产偿还；如重整破产，允许债务人保留资产，通过3-5年还款计划来偿还。但是在我国个人化债方面尚没有这么丰富的体系。一般而言，扮演债务咨询角色由取得民政局牌照的金融调解中心，他们会倾听债务人抱怨，
有的还要帮助债务人与金融机构协商，而银行并不愿意与债务人进行直接沟通。在金融机构眼中，直面债务人一旦开了化债的口子，容易引发老赖激增。与此同时，个贷不良贷款笔数多、金额小、投诉多，不如交给第三方催收机构来处理。说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个人贷款不良资产自银行出笼。2024年全年个人不良贷款转让业务在未偿本息规模合计2862亿元，较2021年大幅增长10%以上。从组成结构看，66%是个人消费贷款，19%是个人经营类贷款，另有15%是信用卡透支。对催收机构而言，在评估这些转让过来的资产包回收率时，需要做不少功课。一方面需要科学研究欠债人的区域分布、户均金额、欠款人所在的企业等数据；另一方面还要分析他们的还款手段、还款意愿等维度。某催收机构曾对财新透露，被转让的资产包估价往往在原有资产的1折左右，公司只要回收其中的1.4到1.5折，就能有20%到30%的毛利空间，足够覆盖成本。什么意思啊？比如1个亿的债，这些催收机构他把这个资产包买来，恐怕只用花1000万，但对应的是1个亿的负债。那这个催收机构拿到这个客户名单，这些欠款人之后，他只要能要回来1500万，他就赚了。把催收人员的工资再去掉，他能净赚20%、30%，这是门好生意。那有人就说了，银行把1亿的这个债权1000万卖给催收公司，卖给那些不良资产管理公司，那为什么不能直接给韭菜打折？大家肯定有这样的疑问。记住了，银行是不可能跟他的这个贷款人、他的债务人直接沟通的。如果银行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啊，说你还不起，你还2折，你借了银行100万，你还20万就行了。你看你还2折，总比他以10万的价格把你这个债权卖掉，他还多赚10万呢。那为什么银行不这么干？就是银行害怕一开了这个口子，那大家都不还了，我也还不起，你看着办吧。那很多买了房的按揭贷款的，贷了300万的，但是我还不起了，我给你还50万吧，那银行不疯了吗？所以银行宁愿1折的价格卖给催收机构，卖给这个不良资产公司，他也不跟债务人直接去做这个交易。这就是银行，所以催收机构它就有了空间。某种程度上，这给了催收机构与债务人议价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与债务人打交道最频繁的反而是催收机构。社交平台上分享的部分催收攻略显示，身处前线的催收机构和人员与债务人的接触其实比想象中更深。有的催收人还会想办法帮小微企业主盘活生意，帮蓝领工人协商分期方案等。文章说，现在是个人化债的元年，发达国家成熟的化债经验来自时间的沉淀。美国的居民杠杆率从20%到50%用了40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2015年，中国加速迈入全民欠钱时代，家庭债务额从2015年不到4万亿美元发展到2025年的11.5万亿美元。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主打无抵押、几分钟到账的，每天利息只要几元的等特色的贷款产品层出不穷，借钱变得像呼吸一样简单。一句互联网的尽头是金融，不仅是人们对商业模式的戏谑，也是对这种野蛮生长的经典总结。也就是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平台公司、所谓的科技公司，有了用户之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放弃了高利贷，无一例外，连微博都在放高利贷。随后始于2015年的借贷风潮埋下的个人债务飙升的雷，并于5年后逐步爆出。一个侧面证据是2021年金融黑灰产整体数量增长了10倍。这一年成立的债务咨询相关公司数量是过去10年成立公司总数的5倍还要多。2020年9月以来，全国范围内从事个人信用修复的公司以每月新增数百家的速度快速增长，仅2021年11月就新增1000家。整10年后的2025年，政策层面才传递出完善个人化债相关法律法规迹象。有人因此定义
今年是个人化债的元年。我倒是觉得今年是应收账款暴雷的元年。当然了，现在有小道消息，有外媒传，政府要求商业银行到2027年之前要拿出多少万亿，专门用于政府给这些民营企业支付这个应付账款。咱们的节目也介绍了，但是这个是小道消息，这就反而印证了咱们说的应收账款暴雷之年。再拖，再不付，真的要暴雷了，扛不住了。正因为很严峻，所以说无风不起浪嘛。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2月28日，我国首个针对贷后催收业务的国家级规范《互联网金融个人网络消费信贷贷后催收风控指引》公布，明确了催收红线，如规定催收作业不应在每日22日22点至次日8点进行，每日电话催收不能超过3次，催收人员应客观陈述，不应夸大事实等。3月14日，金融监管总局在提到消费金融助力提振消费时，则特别提到要开展个人消费贷纾困，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借款人信用记录还款保障，针对暂时遇到困难的借款人合理删定贷款偿还的期限频次。但这仅仅是起步。2017年公布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84%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75%的第三方债务催收公司认为有必要明确一个政府部门承担起监管债务催收行业的责任。化债的本质既是财务外科手术，也离不开法律层面的康复治疗。个人化债若无一条粗壮的法律红线作为纽带，其边界就容易被黑灰两色吞噬。这被吞噬的往往是一个家庭、一个个体的未来希望。这是这篇文章讲了，叫个人化债成为一门生意。也就是从2017年以来，2020年9月份那一年成立的各种类型的化债的公司呈现了一个爆发式增长。2021年11月份就新增上千家，那就说明个人的债务暴雷，个人的债务遇到问题是爆发式增长。但我们要知道，在中国传统的这种理念下，说真正的是借钱消费导致还不起的，这个你说有没有？当然有。有一些年轻人超前消费，他的观念已经不一样了。超前消费完了之后，他也借了平台的高利贷，就越滚越多，最后变成个人债务解决不了。但是这个不是主流，这只是一部分人。更多的人，他所谓的债务暴雷，是因为他失业，他买了房子按揭贷款还不上，他是拆东墙补西墙，信用卡套现，那个网贷平台去借钱，来回倒，越倒债务越多。这是一种，他只是买了一套房而已，失业了。还有一种什么创业失败，把自己的本金挥霍完了，房子也押出去了，还欠一屁股债，怎么办？信用卡、网贷平台各种倒腾，越倒这个债越多。创业失败里面的又包括那些经营失败的。创业失败，你就赌错了风口，你上错了赛道，你失败也很正常。比如说你跑去搞个火锅加盟店、奶茶加盟，还这种加盟那种加盟，人家就要赚你加盟费的。等到你加盟费一交，你自生自灭，这种骗局很多啊。最后有很多人创业，他没办法果断止损。我这30万已经扔进去了，我再扛一扛，是不是就能看到天亮，就能等到希望？是不是3个月以后国庆节，是不是客流量就好了？他就会有这种幻想，他就得坚持，越坚持赔的越多，输得越干净。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经营不善。什么叫经营不善？赶上行情不好，明明在收缩，他还扩招，多招一些人，逆风飞扬，这些都有。但是我告诉大家，主力是什么？主要的负债实际上是有很多一部分是应收账款导致的。所以我一直说，你说恒大暴雷，它负债2万多亿；融创暴雷，负债1万多亿；碧桂园1万多亿；万科它有多少的负债？它欠供应商多少钱呢？它没钱付，它拖，它也不是不给，反正往后拖。政府欠民营企业的钱，你想想这个总的欠账有多少？
那这个欠债是有人承担的，谁在承担？咱们说谁在负重前行？不都是这些企业主吗？这些小企业，他们好不容易跟恒大搞了一笔生意，给恒大提供什么绿化、树木，那恒大欠他钱，欠3年，越欠越多。而这个小企业他的钱从哪儿来的？他有的可能是从银行贷款的，有的七大姑八大姨借的垫进去。好了，如果是政府欠他钱，他还好歹一个盼头；如果是恒大欠的，那就等于没了，应收账款暴雷没了。但是你的欠债那是1毛钱少不了，大家追着你要。你的应收账款是资产的，那资产是弹性的，所以说我认为是应收账款导致暴雷的个体越来越多。这些创业的小老板，很多以前跟着开发商后面吃香的喝辣的，全都折在里面。房地产这产业链多长啊，影响的人多啊，所以这是我分析的。我认为这个个人欠债真正的用在消费上面的不会太多。我就不相信你消费还能把自己消费穷了。你一个月赚3000，你还真的一个月花3万，所以这种人有，但是不会太多。所以说，所谓的负债应该是经营方面负债，越陷越深。这第二个化债，我们老是拿美西方举例子，人家怎么化债？但是我想，我们和美西方完全不一样。美西方早早就实行了个人破产制度，这不行，我破产了，特朗普都破产好几次，怕什么？我一破产了，那债都一风吹了，我的资产拿去一抵，没了就没了。我们现在还没有个人破产制度，现在也只是说深圳还珠海小部分几个地方在试点个人破产制度，而且这个试点大家也很诟病，因为你要真的我们这样搞个人破产制度，那就是为个人逃废债打下了基础，开了个后门，那就会出现很多那些背债的职业背债人，我来背，我先背8个亿债再说，完了之后我一破产，你还能把我怎么着？这逃废债，所以我们这儿很难，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破产。正因为没有个人破产制度，所以化债才变得光怪陆离的。在这里，我想说，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了，如果你不幸负债，不管什么原因负的债，首先一个，所有要往出掏钱的，你都停止。就如果你现在负债，你现在已经陷入困境，你现在已经在破产边缘，一切往出付款的、付现金的，全部要停止。这个债不能越化越多。我说的是债，如果你到医院看病，你说你不掏钱，那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在债这一块坚决不再掏1分钱，债要避免越化越多，越陷越深，这是一原则。第二个原则，你看你欠谁的钱，如果是那些平台公司的，你确实欠的是平台公司的钱，那些高利贷平台、那贷款平台那些，你直接就停止还款，爱咋地。如果你是欠银行的，那你就直接找银行谈，根本就不需要找任何中介，就自己去谈，要延期，这是银行找你。如果你的债被人卖掉了，什么催债公司找你，那一概不还，1毛钱都不还，就是爱咋地，就这么个态度。你欠银行的钱，这比较麻烦。这个银行如果真跟你较劲，他有办法收拾你，他起诉你，他甚至追究你刑事责任，要说你骗贷。我告诉你，你每个人从银行贷款之后，多多少少都已经走上了骗贷的道路，因为银行的那些贷款的那些条款都是对你非常不利的，也就是稍有不慎你就有骗贷嫌疑。骗贷那可是金融罪，我说的是跟银行好，所以你要跟银行之间打交道，那你要小心，你直接找银行。如果银行把你的债卖给什么第三方公司了，第三方公司来催收什么的，那对不起，1毛钱不要还。第三方公司从银行把你的债买走之后，他除了骚扰你，他也没什么好办法。他起诉，那就是那纯粹的是民事纠纷，没有任何刑事责任。要有刑事责任，也是第三方催债公司，所以民事责任你根本就不用理他，也是1毛钱不还，他也很难起诉。刚才已经说了，催债公司不是靠起诉打官司赚钱，打了官司他要花钱，钱垫进去之后，起诉费、律师费花了精力。完了这个执行这儿从你这儿拿不到钱，1毛钱拿不到，他就赔了，我越陷越深。所以债务公司你要反过来思想考虑，那些催债公司是不会告你的，他说告你那纯粹是吓唬你。你想你都没钱了，他告了你怎么法院也不能把你卖了拆零件，打官司要成本的，那都是催债公司先垫进去。
结果他从你这1毛钱没拿着，完了他又往里垫了几万块，那催债公司不都要倒闭吗？所以说了，催债公司的靠什么赚钱？他就靠那100个人里面有2个人还钱就行了，有2个人被他吓唬住了，老老实实的还钱，他就赚了，至少不赔钱了，剩下的能要的人是点。所以说，如果催债公司给你打电话，你就意味着你就不搭理他，拿你没脾气。说来说去，我们从恒大暴雷开始，我们一直说不要创业，吃不穷喝不穷，你消费还真能负债负多少？你消费负那点债，你不至于爬不起来，打2份工不就还上了吗？经营你负的债那个很难还，一旦倒下爬不起来。所以我们与其以后要化债，你不如不要负债。你看，所以说恒大一暴雷，我就说不要负债，你就是借了钱赶紧还上，你买房的按揭贷款有钱赶紧还，不负债，不创业。这个年代现在是不赔钱就是赚钱，这个时候负债的大部分都是经营失败的，都是深陷应收账款，而且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因为他传染了，你都还不起了，你欠了一屁股债，300万还不起，你那个300万是谁的？你还不了了，对不对？那300万接着别人扛，又的一批人暴雷，那债务不就这么传导的吗？这就是买单呢，你买不了单，那下面得别人买，是不是源头在恒大，在房地产开发商这儿往下传导，涉及多少人？所以说暴雷的会越来越多，所以这就是咱们说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存银行，坚决不投资，不去开店，不去什么创业，与其到时候找人化债，又花钱又上当受骗，不如让自己避过这个坑。随着经济下行，随着暴雷的人越来越多，或许你的身边恐怕这样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